各位街坊，廢佬今日又要同大家講單關乎全香港搭車一族嘅重要消息。話說前幾日東九龍有班便衣警察玩放蛇，扮乘客搭小巴，專捉唔扣安全帶嘅人。網上流傳段片真係勁過拍戲啦！見到個小巴停低之後呢，中間座位有個戴黑超嘅男人突然間起身，拎出證件話全部人唔好喐，差人警察。跟住隔離兩個男人都一齊起身。原來成車差佬嚟㗎，最搞笑係個黑超警員跟住逐個乘客點名，不停咁話冇扣冇扣冇扣。廢佬數過片裏邊，佢連續講咗7次冇扣，聽到我都有啲耳仔痛。之後仲要全部人拎身份證出嚟登記，搞到成車人好似犯咗彌天大罪咁。講開小巴安全帶法例，原來早喺2004年8月1號已經生效，唔係新嘢嚟嘅，只不過之前冇乜點執法，而家就認真啦。根據法例，如果架小巴有安全帶呢，你唔扣，最高可以罰5000蚊，再加監禁3個月。不過今次有個位幾得意嘅，就係司機原來唔使負法律責任，但係法例規定呢，司機可以拒絕開車，甚至要求冇扣安全帶嘅乘客落車。即係話如果你堅持唔扣，司機真係可以趕你走㗎。咁啊，廢佬建議大家都係合作啲好，唔好搞到要喺半路被趕落車，咁就樣衰啦。講完小巴呢，輪到巴士新例啦。由明年1月25號開始，所有車輛只要有配備安全帶就一定要扣，即係話巴士、校巴、直通巴通通都要跟規矩嘅。罰則一樣咁狠，最高可以罰你5000蚊，再加3個月監。講開九巴都幾醒目，佢哋話自從2018年開始，所有新買嘅巴士全車都有安全帶，而家成60%巴士，即係超過2500架車，全車或者上層全部座位都有安全帶。講開又講，而家新登記嘅小巴仲要安裝安全帶感應器，如果乘客唔扣安全帶，個系統會嗶嗶聲提示添。所以由而家開始，大家搭車見到有安全帶就記得扣啦。廢佬唔想第日喺新聞度見到你啊！記住啦，新例出年1月25號生效，仲有幾個月時間俾大家習慣下。如果覺得廢佬今次講得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出去，等多啲人知呢單重要消息。最後訂閱埋我廢佬，廢佬每日會好似喺茶餐廳吹水咁同你吹一啲熱爆話題。拜拜。